吼，咱伫厝咧看电视、看新闻，华语也较侪咧吼。所以牧师大概尽量啦吼，让大家都听得懂啊。如果没有办法完全，我们可以看那个投影片啊，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啊。我们要在分享之前，先来做祷告。谢谢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是给我们从你来的恩典，让我们今天一起同心聚集。我们要感恩，是因为我们教会这10多年来有成长，所以我们有台语聚会，还有华语的聚会，目的是为了让每一个人用习惯的语言来敬拜神。但是我们在主里是合一的，是同心的，是同一个教会，同一个肢体，所以我们也偶尔一起聚集，也是要一种感恩的心，同心来赞美神。愿神圣灵在我们当中来运行，无论我们用不同的语言，也能够专心敬拜服侍你。愿上帝阮甲阮同在，赏赐阮对顶面来的恩典甲快乐，也互阮所分享你的话，会当得到水美好的造就。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咱今仔日要分享一个咱甲咱的年时间年各有关系的主题，叫做永安幼年开创新事。拄则咱的师会甲咱读这经节，牧师就直接用大纲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起学习哈。那今年是咱富强教会49周年，在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对应，就是今年是我们的大安息年。如果按照以色列人的节期，今年是大安息年。那它的根据是从刚刚我们读的经文来哈，就是上帝在西乃山对摩西吩咐，以及对以色列人颁布的一个条例。什么条例呢？就是他们还没有进入到迦南地的时候，神就已经为他们预备各种节期、各种习俗、各种条例、各种诫命都安排好了。换句话说，未入去到迦南地，上帝就把因的规矩拢定好啊。安尼什么意思？就是提前规划、提前安排，准备好了，一到就开始做事了。那这个给我们什么启示呢？我们明年才庆祝50喜年啊，但是我们的富强教会的庆典委员会在我们设教46年底就开始运作了。那等于是去年整年，我们就已经开了好多次会了。那目的无非是说，那到底50喜年，就好像我们进入到迦南地了，你到底准备好了没？还是一片荒芜之地？这是咱今仔日牧师爱要透过时间袂当用介久啦吼，短甲咱做一遍的。上帝说：你们进入上主给你们的土地后，每第7年要休耕，表示对上主的尊崇。上帝也要求足趣味哈，你不是第4年要大大的做事啊？他说你要休息，休息是为了对神的敬畏，而且如果从土地的这个科学来讲，休耕其实为了更多的成长。咱在座可能较少数啦吼，知道耕作土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规矩，你不能一直撒那个什么化学肥料，撒农药，一直要催那个土地帮你栽种好多的菜啦、蔬菜啦、谷物，有时候要让它休耕。以前农民没有办法那么多的科技知识农业技术，他们就是完全把它荒废出来，让它自己长草，然后春天到了开始犁田，让那些草变成肥料，那就是一个大自然的一个重复的开始。那神在以色列百姓进入到迦南地前，就这样给他们规定了。你知道吗？为什么要有规定呢？就是说，那个知识或是你这个认知，要透过一个规定来进行。你知道我们原住民在山上，他们要去打猎，他们要到山林里面采什么东西，都有一个禁忌，
其实那个禁忌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条例了，就是规定，因为大家不要贪心，大家不要按照自己的方法，而是按照这个规矩。当然，一年四季的运转，你要按照这个时节，都同样的意思。那这个是去年我们邀请了吕志荣牧师，就是嘉义荣美教会牧师来我们这边来培灵的时候，他4、5讲当中的一讲，他就讲到要进入安息的季节，安息的季节。那一年我听到这个主题，我就觉得有一个感动说，那刚好今年就到了，所以牧师要再重新提醒一次。他贴的那个图卡，我把它截图让大家知道说，去年就已经告诉我们，今年就是我们互祥教会的安息年。这一章你们要计算7个7年，7、7、49，刚好是今年我们互祥教会的年节。他说那一年的7月10号就是赎罪日，你们要派人到全国各地吹号角。好了，这个是几千年前上帝给以色列百姓的宣告。今天在这个21世纪，所有的生活文化以及场景都变化了。那这些经文，那么古老的经文，到底对我们互祥教会有什么样的启示？问题是，你怎么从这些经文得到学习跟启示，而不是按部就班照古的按那来走，不是这样子。这是7、7、49，明年就是进入到所谓的喜年，Jubilee 是喜年的意思。但是这个很有意思，今年49年，因为上帝讲7年一摆安息嘛，对不对？安息年嘛，那7个7年就是7个安息年，今年就叫做大安息年。大安息年，咱甲隔壁讲者，讲今年是大安息年来。那平常的安息年就要很用心的预备了，那更何况大安息年？那大安息年不是叫你什么事都不做，大安息年是要你安心等候准备，然后明年就要开始大大的迎接上帝的喜年，它叫做恩典之年。每年是咱的恩典的年，这一张是安息年安息年的一个图卡，它是要吹号角，而且是用羊角吹号角。我印象好像我们教会有人吹号角是咱的龚医师因妈妈唔知今年咱请伊来给咱分一个无安尼要吹号角安尼就宣告安息年在喜年的临到。当然这个他说7月10号。这个当然不是我们现在的西元的历法了是按照他们以色列人的7月10号，但是等于就是一个宣告说喜年来到了。那他们全国百姓是按照这个节期什么规矩，就按照这样子来做。我们华人的习俗较无咧讲规年咧做一个纪念啦，大概是咱旧历正过正礼拜安尼就算袂歹没有一种全国性的安息年或是喜年的这个庆祝。但是我们从这些古老的经文教导我们怎么样进入到迎接明年50喜年的重要的教导，我们要一起来学习其中在这段经文里面给我们一个教导说，赎罪日。赎罪日赎罪日。那他说，那一年的7月10号就是赎罪日。为什么是赎罪日？这个是给我们很深的启发。从牧师的领受是，这个大赎罪日是要显明真实的豁免和自由，要先从赎罪开始。你要得着神所赐的自由喜年。你要在神帮我们一切的罪债，咱所犯的罪，咱所犯的唔对。当然，一个国家就是等于他们所做的错误的思
这个整个的施政都会完全被改变，重新来过，重新调整，重新检讨。这个就是赎罪的本意。他说，因为以色列百姓他们被上帝来赦罪了，跟上帝和好了，迎接喜年才有意义。不然你用老旧的身躯，或是我们用老旧的思维，或是我们用旧的思想，然后说神啊，给我们喜年，到底这个意义是什么？所以安息年的意思，其实如果我们用现代的话来讲，就是一个大检讨。我们都知道，一般的厂商呢，他们在年节的时候，他们都有一个暂停营业，做什么？盘点，对不对？他们的那个厂商呢，或是他们在卖货品的要盘点。这个东西今年怎么卖的那么好？到底是什么原因？什么东西滞销？工厂在盘整，什么原料贵了？什么原料降价了？这个产品为什么很多人订单来？这个产品为什么没有？其实赎罪的意义，另外一个角度是我们也自己去寻求神在我们当中，我们的教会、我们的事工怎么样去调整。这也是赎罪的意思，甚至说改变，从神得到新的启发，而且跟神和好。那他说还要吹号角，吹号角，就在赎罪日的献晚祭后，大祭司宣告喜年的来到，而且要按照习俗吹9响的号角，吹9响这个是以色列人的习俗了你知道我们现在这个现代化的国家，总统要这个宣誓就任的时候要21响礼炮，对不对？要发21响礼炮，但是在当时他们用吹号角来表示这个我们所谓的喜年 Jubilee 的来临。那一般有人整理说，到底喜年、安息年到底什么样的规矩啦？这个条例大概是这样的整理。他说，不仅是关于土地的管理，也涉及到社会和伦理的层面，强调神对人类和土地的关爱跟负责。换句话说，上帝要他们遵守这个习俗，不是一个节期一个热闹或是一个安排而已，它是有很深的生命、土地、公益各方面的一个调整。以色列人他们过这样的安息年条例，或是他们的这个年节，有很深的意义，也不只是为了你，因为安息，那明年可以丰收，不那么简单。大概有这3种规范。第一个，土地休耕，就是每7年土地要停止耕作，这样可以让土地可以恢复自然生产力。那这是神特别的创造神用条例来让百姓不会让土地枯竭，让那些营养都消失了。土地，咱讲，咱捌听过一句话讲土地死啊，无？讲土地哪会死啊？就是那个已经有毒了，那个土地已经没有办法。你知道土地里面充满多少的那个类似我们说的那个菌类啦那个所有的在土里面的各种让它恢复成长的神所创造的那种微生物，然后它休耕就可以让它恢复。第二个重点是要对贫穷的关照，在安息年，若土地有自然生长的作物，贫穷人可以去采，来维持生计。意思说，这块田我今年没种了，但是它还是会长东西你唔能够去甲收回来，你要互送乡人、遐艰苦人，因为因无土地然后去摕遐物件来加减过度日，安尼就是一个社会关怀的意义那第3个，免除债务，这就是较特殊了，因为古代的社会
没有现在有银行啦，有贷款啦哈，各样的机制。古代他们用这种方式来让他那个财务能够重新归于公平，这个是很先进的观念呢哈。他说安息年也是一个免除债务的年份，所有的债务在安息年过后都要被赦免，有助于减少贫富差距，而且让社会处于一个公平的状态。当然，我们从今年的现今的角度哈，那个财富能够平均是一个每一个国家政府最头痛的事情，因为目前在这种自由资本主义的情况之下，你让它社会公平，那会被人家误会说你是共产主义啊，大家都不生产也不行。但是那个时代呢，是因为有很多弱势者，他根本没有能力可以维持他的生存，所以富有的人、富人、土地那些产物要分享给别人。那些人真正的无法还钱的，好，不是讲赖账的，或是给你讹钱去怎么硫酸那款的，他是真正贫困，没有办法回那个赔钱给你就是把它免除债务。其实我们现在国家还有一种，我们是有一些贫穷的国家有外债吗？已经无钱通吃，搁要还你好亚国的钱无法度所以有国际的一个银行，他就说你们的外债把你免除掉，还是有啦，因为讨嘛讨无你都人讲1.66免得讨啥，你连价都无就无法度但是你看几千年前，上帝就在以色列百姓这样子做。那如果我们从今天的意义是说，你要去关怀那些贫困的人，因为他们没有能力。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更需要，因为台湾目前这个社会，我们每次听到政府说哇 GDP 外观我们平均收入多少，大家都嘛问讲我也无遐济，其实就是整个大环境富有的更富有。有钱的更有钱，但是有些他自己根本基本能力不够的时候，你怎么样让他在这个社会当中赚到钱呢？尤其如果家庭不够健全，身心不够健康的，真的是弱势。那我们怎么样按照这样的精神去关照这些弱势者？弟兄姐妹，40几人底，我们要吹羊角宣告进入喜年。这个喜年的意思是我们迎接喜年的赎罪日，宣布什么？恩典、喜乐、自由和恢复。我们首先应该是先赎罪。赎罪刚刚牧师已经提过了，我们是一种重新盘整、重新检讨，到底我们做了什么，我们没有做什么，这样才让我们在迎接喜年的时候，上帝的恩典临到。所以喜年是犹太民族领受上帝恩典的年，施恩惠的年，是宣扬福音的自由的年，也是归还、赦免、释放、归零、重新再出发的年。所以，兄弟姊妹，今年是福阳教会设教49周年，就是大安息年、大安息年。明年2026，我们就要迎接50喜年。所以，如果从安息年的精神、安息年的教导，我们今年是要全心投入预备。不是营无代志，单没你搞呢，是要投入预备，也多方寻求装备这张也是去年这个吕牧师给我们贴的祝福的卡今年还没到，明年还可以用到50喜年这个给我们做了很漂亮的图卡这是我们富强教会50喜年，就是说要当作圣年，要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因为成为喜年要归回自己的产业，这是一个喜年的宣告。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来开和会，牧师用这个安息年的一个教导，是为了要唤起大家。我们开和会目的不是要求大家弟兄姐妹来聚集，然后举个手说通过，那个意义不大。安息年我们的和会是为了要重新呼召、重新邀请弟兄姐妹一起投入预备迎接丰盛的50喜年。那我们从以赛亚书给我们一个教导，他说安息年是寻求做新事的上帝。
上主说：“不要老记着往事，不要沉湎在回忆中。”很奇怪，过去有好事，为什么不要记忆呢？为什么不要沉湎呢？我们要了解这段经文的意思了哈。不是说不要记忆往事，因为经文的原意是什么？以色列人不用缅怀祖先的陈年历史，因为他们自己将从被掳之地获得释放，经历新的出埃及。原来以赛亚书在说这段话的时候，是以色列百姓是亡国的时期，他们老是在讲古代他们的祖先如何顺利的离开埃及，荣耀的进入迦南地。但如今他们是一个亡国之民啊，你老是讲那些故事，跟你现在有什么用？以赛亚是在提醒他们，是要让他们知道说，你们现在只回顾往事不能帮助你们，你们要重新回到神的面前，神要给你们一个新的出埃及，神要做新事，而不是留在原地然后怀念，而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经文给我们启发是，我们互强教会过去49年真的值得感恩的事是数不完了，对不对？我们明年要准备出一本那个见证集，邀请弟兄姐妹来写很多感恩的事迹，这些都很棒。那如果从这个经文的角度，我们是说，我们不只是缅怀过去神给我们什么样的恩典事迹，而是要在神面前宣告说，在新的时代的入口，我们要寻求做新事的神，赐下全新的恩膏跟恩典，让我们有能力继续走在这条恩典的道路。那么这个才是我们过安息年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因为上帝宣告说，我要有新的作为，事情已经发生了，你们看得见。我要在荒野中开辟道路，在沙漠里挖掘河流。你有没有想到说，原先神是在红海为以色列百姓开道路，对不对？那神说，在新的时代，我不在海中开道路了，我要在沙漠，在荒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这是同样一个新旧的对照，神做新事的神，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作为。那弟兄姐妹，我们要迎接50禧年，我们说我们旧的已经不错了就是按照这样的按部就班。神说你要有新的眼光，新的作为，因为何况我们弟兄姐妹一代过一代，大家的思维、社会的氛围都不一样了，文化也不一样了。你还是要按照老的作为，不一定会有同样的结果。所以以赛亚就这样预言，为什么会讲这一段很出名的经文呢？是上帝带领以色列渔民从巴比伦回归耶路撒冷，乃是一件新事。哇，这个一个亡国的国民要回到耶路撒冷是何等重大的事情！所以神用开辟道路、挖掘河流的神迹来见证这件事情。弟兄姐妹，我们也期待我们的50禧年，咱的50禧年，上帝是搁一遍在咱富强教会开道路、开江河，让咱看见全新的上帝的新约基督、新的事在咱中间。所以兄弟姊妹，咱做伙伫安息年向上帝求新的事，就是迎接安息年的丰盛啦，安息年的丰盛。我们要谦卑寻求赎罪，求主赦免跟宽恕，舍下罪债，迎接生命的自由。意思说，你若无改变，你若无伫主的面前来求主赦免，咱就无法度人定心开去。好，就亲像讲，我这个病症都老病旧病你无医，你定讲我要搁走偌济几百公尺都无效啊！你要先医好啊，身体要用起来啊。同样的，我们一个教会也一样，要重新修整，重新再来，好像就是预备好了。所以求神，我们要求做新事的上帝赐下全新的视野，为我们教会来开创新局。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开和会
我期待我们在安息年，这个是我们的年初了哈，有1年的时间，牧师有这样的祝福跟期待，就是我们在安息年迎接各样的兴盛。第一部分是我们个人的生命跟服事，在灵命上的兴盛，装备上的兴盛，以及福音的兴盛。我们等一下要开和会哈，牧师感觉讲去年咱这本手册遐大本哈，内面有2个数字牧师感觉足感谢哈，足感恩的。第一个是我们去年我们教会有成人洗礼32个，坚信礼9个，信仰告白15个，一共56位新家人加入我们富强教会。还加上有7位小朋友，所以等于去年的我们的受洗人数有63名，63名，这是咱要献给上帝的这个规矩。另外一个感恩的数字是什么呢？我们去年底就已经有报告过，我们富强教会去年整年的整个我们的经费收入一共突破了2000万，2006万。2006万，这也是一个很难得的数字哈。你唔知讲几千万吼，安尼就难得。我们要达到这个数，要经过多久的努力哈？多久的努力？那这个不是我们谁厉害，是神在我们教会当中大家同心合一，一起努力的结果。所以，这个安息年迎接各样的兴盛。我们要有人际关系，有财务健康，是个人的生命生活的兴盛。所以最后牧师有一个小小的呼召了哈。第一个就是安息年，就是我们富强人重新归队，重新归队。你知道喜欢棒球的人知道，这2、3天。我们台湾在参加经典赛的棒球赛，对不对？那因为去年刚好得冠军，大家很兴奋，在期待哈。我们知道成绩如何了，今天还有比赛，但是给我一个感受就是说，我们的国家要用国家的名义参加棒球赛，全世界各地台湾的棒球的好手都各自归队，从美国、从日本那些球星都邀请回来，大家赶快组队，为了要迎接这个比赛。我们富强教会不能光说喊口号，说明年50喜年，感谢主，哈利路亚。我们要有一群精兵回归要来归队，各就各位，各就各的岗位。所以我们的50喜年的筹备，由我们的满族长老当召集人，然后有分了好多组开始在运作。我希望我们今年开始要有些行动要进行了，期待这些组长邀请你加入的时候，你不要说我不赢啦、拍谁啦、我不晓的啦、好领导好啦，安尼你要归队。以色列这个国家当然毁誉参半的，有些人觉得他们很强势，但是有一个精神让我们真的很难不去注意。他们国家每次发生战争的时候他们的百姓不是大家拿着他们的财产赶快跑掉，他们是各地的以色列人跑回来他们的国家，说我们要一起为国家征战。人是安尼四界流酸赶紧要走物件款款的赶紧走，这危险。但是以色列人就讲我要回来，因为这是我的国家。我们教会要有这样的精神，说富强教会要迎接50几年，不是为了放烟火，不是为了热闹，而是我们要见证神在我们教会所施行的新事那缺我一个就不好我要参与在里面。第二个，我们要准备，要整备。整备的意思是什么？要装备。牧师在小时候一个非常深的记忆，就是说，我们在离岛那个小岛
大部分那个时代都是以抓捕鱼为生啊，哈。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现代化的机器，就是要一个很大很大的网。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说每一次渔夫出海了回来，那个渔网都是潮湿的，澹呐。而且那个时候没有尼龙网哦，有的时候更早的是那种棉线的网啊，还浸到最澹壳壳啊，好几这个要请其他的渔夫来帮忙，要把这个大渔网扛下来，把它从船上扛下来，然后拉到码头一个长长的地方，把它拉开，晒网。所以咱们听过讲吼，一天打鱼3天晒网的意思就是这样子。你要把网晒干，才还要重新整理。第二个，我看到的是很多渔夫拿着那个补针呐，哈，补针，要把这个网一个一个拉，一个一个拉，这个破洞了，把它补起来，破洞补起来。哇，大家一群人把这块网要花了好几天，重新把它整理好，然后按照方式把它卷好，放到船上。这条才准出去，要趴网落海，唔则有一个细面，唔则袂鱼搁捞起。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时候的船不是很大所以船要上架，上架就是要上到那个船屋啊。然后那些渔夫就赶快去找这个船呢有没有什么破洞，因为它船是用木板拼在一起的，久了之后那个缝会漏水啊，所以要把它补完了再重新下水。弟兄姐妹，我们今年就是要做这样的工作，我们要把网补好，我们要把船那个洞补好，我们要求神让我们看见，我们就预备好了，我们已经归队了，我们已经准备好要迎接神所赐的恩典。愿神赐福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大家在属灵上有灵命装备福音的兴盛，我们在个人、在人际关系、在你的财务、在你的健康，也同样得神的祝福。我们要先做祷告，之后呢，我们要唱回应诗。在唱回应诗的时候，我们要请执事就直接来收奉献了，这样我们把时间整合在一起，然后我们就要接下来做我们的和会我们的和会。我们先来做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满满的恩典。我们今天在大安禧年的这一个年代，我们互祥教会弟兄姐妹同心聚集，献上满满的感恩。过去一年神怎么恩待我们，在今年我们要归零重来，需要看见神在我们当中所做的新事。神啊，求你让我们在安息年的时候，能够弟兄姐妹大家每一个人都有份，重新归队，各就各位，预备好要迎接明年的大喜年。也让我们愿意在神面前付上代价，接受装备，接受调整，也接受呼召，让我们在50禧年的时候看见神的恩待、恩典、祝福，就是在我们的顺服、我们的服侍、我们的参与当中看见这个美好的结果。愿神也带领我们，等一下一起要通过和会来看见神在我们当中所做的圣工，让我们每一个人同心合一，看见教会的需要，一起参与，一起服侍，一起看见神的祝福在我们手中来完成。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要来唱这首回应诗那唱回应诗的时候，那我们就